为着要看秋天这个美景，有真侪人烧钱要去日本的东北赏饭仔叶。因过有的人到日本，未曾赏到饭仔叶，煞互人放烟鸟。有超过10团的台湾团去到日本的东北，才发现讲找无游览车司机。旅行社伫3个月前，游览车都拢注文好啊。这游客团真欢喜，到了日本的东北出发前，车公司才临时讲无车通接送，旅行社就赶紧协调细行巴士，也是或者游客坐计程车去赏饭仔叶。无论安怎讲，都是袂当或者游客做念头。有被高价抢车，然后临时把取消高价的去跟人家调度，比平常多了3到5倍的价钱的游览车。最主要是日本的枫红旺季，再加上他们日本本身也留在这个国内旅游，东北今年又尤其特别的旺，不止台湾加班机，然后外国的游客也去，所以就变成东北大缺车。日本的游览车袂当跨区支援，所以讲无论是远水还是近水，拢无法度救近火。像日本本身有一个不能跨区营运行驶的政策，也就是你关东的车不能到关西，然后九州的车不能来关东。旅游业者拜托游客会当加体谅，嘛好日本方面会当放宽这个游览车跨区接送的限制，莫互想要赏饭仔叶的游客失望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